在一個年頭一第三節樣講到，在天父在耶穌基督你中現代呢，佢嘅恩典，佢嘅平安快樂本切家，嗱，即係樣人切家來到上帝嘅面前，佢嘅平安，佢嘅快樂，佢能夠祝福切家，因為到呢個約翰14:27節樣講到，耶穌講我嘅平安。我嘅平安嘅留下本意嘅，唔係像世間裏的本意嘅。嗱，而是上帝本嘅平安都係永久嘅，從上帝嘅來嘅，唔係世間裏的事招回來嘅，唔係依靠到自家嘅浪費噴噴，自家要平安要快樂，唔係講自家嘅頭腦好好，自家嘅路途行到順順利利。家嘅平安唔係，攏從呢世間嘅平安都係暫時嘅，但係上帝講，耶穌講，我嘅平安本意都係永久嘅，從心中而嚟嘅，所以佢交代自家接下去，你嘅心唔少唔盡，那飲問上帝，聽家嘅路，家嘅平安，家嘅快樂，充滿落你嘅心中，從內度啲出嚟，嗰都係永久嘅平安快樂。嗱，一度唔係講依靠到四周圍世間裏嘅平安，和唔冇嘅健康一樣，要嘅平安在心中度裏啲，因為上帝嘅平安快樂唔相同，隔世間裏嘅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